最近美聯儲高層官員嘅發言入面，有個詞頻頻出現，就係不確定性。呢件事真係好值得講一講。就講上週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喺3月19日決定維持利率不變之後嘅新聞發會上，竟然足足提咗22次不確定性，直話美國經濟前景嘅不確定性高到離譜。隨後多位聯儲官員都跟住咁講。美聯儲3號人物紐約聯儲主席威廉姆斯上午嘅演講，題目乾脆就叫確定嘅不確定性。演講入面呢個詞都出現咗12次。呢週美聯儲理事庫格勒提到高度不確定性。聖路易斯聯儲主席阿爾貝托穆薩勒姆仲警告，評估特朗普關稅政策對通脹影響嘅時候，存在重大不確定性。呢種政策制定嘅困境，喺美聯儲上3發嘅季度經濟預測摘要 SCP 入面都暴露無遺。雖然話官員們維持咗今年2次紅色嘅前瞻指引冇變，但3月 SCP 入面通脹預測調高，經濟增速預測調低，呢啲變化好醒目。鮑威爾解釋，呢主要係特朗普新關稅計劃帶來嘅政策不確定性導致嘅。威廉姆斯都直話，貨幣政策領運不確定性太大，想精準預測經濟走勢難到登天。知名經濟學家托爾斯滕斯洛克仲發現，3月經濟預測摘要入面，幾乎所有官員都認為失業率同通脹預測面臨上行風險。呢就意味住多數決策者覺得未來通脹可能比預期更高，就業情況可能比預想嘅差。斯洛克直接指出來，美聯儲正擔憂滯脹衝擊加劇，仲有更誇張嘅不確定性。喺最近一期嘅美聯儲褐皮書報告入面，仲創下咗紀錄。女史滿聯儲主席巴爾金斯透露，3月版褐皮書報告提及不確定性多達45次，直接打破咗歷史紀錄。佢將而家嘅經濟環境比喻成能見到為零要開雙閃嘅濃霧天氣，形勢有幾嚴峻，大家可想而知。眼睇住下週特朗普政府又要供更多關稅，好多美聯儲決策者都喺觀望利率走向，大家都係關注經濟擔憂同信心下降嘅跡象，會唔會蔓延到失業率呢啲硬數據入面？仲有家庭同企業對物價上漲嘅擔憂，會唔會重新點燃已經降溫嘅通脹？依家一啲市場人士盼住4月2日特朗普承諾嘅對等關稅方案可以令政策明朗起身。部分樂觀派覺得實際加稅規模可能細過預期，但對美聯儲嚟講呢，可能係新一輪政策評估嘅大挑戰。點樣區分關稅帶來嘅暫時性價格衝擊同持續性通脹壓力真係好難。鮑威爾上週話關稅影響係暫時性嘅，但穆薩勒姆呢週就警告唔能夠低估連鎖效應。穆薩勒姆強調，實時區分直接間接同次生影響存在重大不確定性，複雜嘅價格傳導機制變成咗美聯儲研判通脹路徑嘅新難題。美國經濟接下來究竟會點樣走向，真係充滿咗不確定性。我哋就搬定小板凳繼續睇熱鬧咯。